咁啊，評論區啦，好多人咧話南哥啦係越吹啦，越南吹啊！咁究竟係咪咧？實質上講真嗰句啊，絕對係添啦。因為我喺度揾食噶嘛，我要揾你哋錢噶嘛，我唔吹點揾食啊？今日咧，南哥咧就講啲實實際際嘅嘢，大家各位兄弟認真聽啦。南哥第一次去越南嚇，2010年嚇，我相信你身邊冇幾個人係2010年第一次去越南嘅。想當年咧，我去到越南咧，其實係第一次 landing 喺越南嘅峴港，極為愛呢個地方，跟住越南胡志明市啦，環境非常之好。因為嗰陣時咧，越南係未開發，好玩到點咧？我哋去 KTV 咧，講緊使幾百蚊人民幣咧，哇！真係排山倒海，你會感受到咧帝王一般嘅享受。以前嗰啲蝦咧，好似手掌咁大啊，30蚊一斤嘅，好似我手掌咁大啊！你去到係直情你唔想翻嚟咯，因為你男人無非幾樣嘢啫嘛，第一個揾錢，第二個女人。你去到嗰度咧，兩樣嘢滿足晒你。今時今日咧，好實在話俾各位兄弟聽啦，揾錢喺嗰度難咗好多好多。第二個女人方面咧，亦都咧全部都係物質性好多好多。因為而家你都知道啦，我哋咧叫做咧社會主義都係資本控制噶啦，邊個有錢咪邊個大佬咧？啲女士咧拜嘅咩？唔通拜你個人咩？你中國人去到嗰度咪拜你啲錢，啱唔啱先？所以咧，我哋男人咧最緊要咧都係硬淨，個背脊夠厚，揾多2蚊錢，絕對冇錯噶。咁至於講翻我係咪越吹咧，好實際講嗰句啊，越南人咧嘅思維能力咧，同我哋中國人係全世界5多國家最似嘅一個。我哋中國人喺政治上邊係點樣樣處理，其實越南咧亦都係咁樣樣。佢哋行緊呢個政治體系咧，叫做竹子政治啦，好似咧我哋熊貓刨碌竹咁樣樣。或者美仔嗰邊有 Jesso 佢咪傾嗰邊咯。我哋熊貓仔呢邊有 Jesso 佢咪傾呢邊咯。大家明我講咩嘢咧？喺評論區咧話俾各位兄弟知啦。